着病毒的人是愈来愈多，今仔日是17801例，讲真济病院的急诊拢得要载袂掉咯。因为除了原有急诊的医疗项目爱继续来运作之外，嘛爱协助来做采检。讲当中有3成拢是轻症，或者是亲密的接触者。医师再度来呼吁，拄则指挥中心嘛有说明，讲这个无症状或者是轻症者，袂当搁来走病院的急诊，爱快筛阳性者当去，因为你若安尼去哦，颠倒会造成着群聚的感染。医师嘛建议政府用快筛来代替着 PCR 检测，或者是为国外来进口民众会当家己操作的 PCR 的工具技师，他来讨解着医疗人员的负担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